Zimon leje kung kang sa. Some kenyi lora la zipa gasika. Nga lo de yi. Nga ne zo ye. Zidu nama de doje palo don jawa. Do den de we nong chou hin. Je rewe mei ri je lo ju che jin chue. Do de ne hin nyang ba me. Lo tu cho nga ji sheri ka lo gun che ne. Dering ka nu den zo la lo yu shi shi. 落架高云基地，黑恰跨越百年的美丽夏，她从一个漂亮的小姑娘，一个端庄坚毅的女学者，变成科学教科书里的新名词放射线，变成物理学的一个新的计量单位居里，变成一条条科学定律。它变成了科学史上一块永远的里程碑。居里夫人的美名从她发现镭那一刻起就流传于世，迄今已经100年。这是她用全部的青春、信念和生命换来的荣誉。她一生共得了10项奖金、16种奖章、107个名誉头衔儿，特别是获得了2次诺贝尔奖。他本来可以躺在任何一项大奖或任何一个荣誉上尽情地享受，但是他视名利如粪土，他将奖金捐赠给科研事业和战争中的法国，而将那些奖章送给6岁的小女儿当玩具。他一如既往埋头工作到67岁离开人世，离开心爱的实验室，直到他死后40年。他用过的笔记本里还有射线在不停地释放。某种透明极对个不莫穷穷懂，包括刚那个不灭医院的心理，前日红线节背起弄个名气沙巴检测提动，我律里比吹节加些参业，可以说前日吹节相对到了接近。某种前日路径定个到定节多定一等节，可以将每1000年的，每03年希望里尊，让你来掐的，搭配龙我加了连的，但呢可没弄错动，第三，测速速越测律动的托比年着样，每测公布，全当下给马个日节动，新到节日，签证拖通，机价节没等拖年，七八的。诺贝尔下个天人龙，马也某种给下个工的黑龙机，落得包配我，公个龙血写出没，可米开着民农啦满就办，下个马个多，前的现就个来顿多，毛出吹家发展是来讲白的，先到得到罗纳追见家不莫穷啦，再起写的句，可米快马农跟下瓦整理，公路热定定，没有动卡扎的。可米你的这位最大共同卡机，某种菜篮的呢，罗我业绩几年，可米个人为甚至推呢，大东草木切吧，黑加沙巴检测协议员。个人的拉蒂查节，俺去他年沙巴开始用大机械。烟熏火燎，钢铁，迄今。搭配居里夫人的美名从她发现镭那一刻起就流传于世，迄今已经100年。可以将每1000年的，每03年希望你说，让你来掐的，搭配龙我加了连的。当俺去念的，他念这些过来记得。他念这些词语解释：烟熏火燎，烟熏火燎就是指烟熏和火烤的状态，说明酷热或干燥。钢铁一般呢，差异更不对。迄今，迄今就是至今的意思。搭配一般呢。大把懂对，你知道吧？语言文化小贴士：
梁衡，当代作家，山西霍州人，著名新闻理论家、散文家、科普作家和政论家，现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记者协会全委会常务理事。他的主要作品有科学史章回小说、数理化通俗演绎、新闻三部曲、没有新闻的角落、新闻绿叶的脉络、新闻原理的思考，有散文集《夏感与秋思》、只求新去处、红色经典、名山大川感思录、人杰鬼雄、当代散文名家精品文库梁衡卷、人人皆可为国王等，学术论文集《为文之道》、虎口瀑布、梁衡理科文集、继承与超越、走进政治、梁衡文集9卷。俺亲娘的，他念沙巴地错下用这些。烟熏火燎，钢铁、迄今，搭配、居里夫人的美名，从她发现雷那一刻起就流传于世，迄今已经100年。可里教妹青年的，妹类3年凶案那种，早来了吃的，搭配龙我家了连的。老主错，前期带领个奴的筹码写一选，但俺去举行了啊。老主座，我个家一弄搭配是彼此的工人。C. 迄今，连地所，年真的接触不错，但俺今年的带领个罗菜奴的用下经典啊。她从一个漂亮的小姑娘，一个端庄坚毅的女学者，变成科学教科书里的新名词放射线，变成物理学的一个新的计量单位居里，变成一条条科学定律。她变成了科学史上一块永远的里程碑。居里夫人的美名从她发现雷那一刻起就流传于世，迄今已经100年。这是她用全部的青春、信念和生命换来的荣誉。她一生共得了10项奖金、16种奖章、107个名誉头衔，特别是获得了2次诺贝尔奖。她本来可以躺在任何一项大奖或任何一个荣誉上尽情地享受，但是她视名利如粪土。她将奖金捐赠给科研事业和战争中的法国，而将那些奖章送给6岁的小女儿当玩具。她一如既往埋头工作到67岁离开人世，离开心爱的实验室。直到她死后40年，她用过的笔记本里还有射线在不停地释放。老主错，带领个罗着草的人就这，大筹码demo起demo。